因为它的港版这个国外法的4件细则第34条也指明政治机构，就包括我们驻港的机构，跟这引起很多的恐慌。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把我们的态度很清楚说明出来。这个至于目前并没有受到这个一些所谓的威胁或者骚扰，但是这个态度，我们立场必须很清楚先表达出来。我们不愿意见到这个当初是协商换人同意的机构，是在促进台港的交流。那么在换文内容也很清楚的说明了我们在那里的功能啊。那我们从来没有违反当初的这个彼此的这个承诺，所以他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来这个干扰我们在驻港机构，这个对台港之间的交流是完全没有好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把这个政策立场态度说明清楚。那这个港版国安实施到现在，那坦白讲，它并没有去，因为没有去这个干扰到它这个正常的这个运作。但是我们国人还有这个驻港人员等等有这样的担心，所以我们在这里郑重的把我们的态度说出来，也呼吁港方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本身是在促进台港之间交流，好像他在这边也有驻台的机构，是不是？这些都是为了让台港之间的正常交流能够理顺，然后增进。我想他应该不为初衷不为初衷，让他回到这个交流，不要具有任何的政治的干预。所以这是我要在这里再度的强调的。过去2年多，我们这个驻港机构的这个首长没有办法派过去。他是在原来的这个范文里面增加了额外的政治条件，这个我们没办法接受。我们也一再呼吁，这是违反当年的我们一起协商，那么共同协议，经过换人同意的这样的机构，没有这些政治条件。你现在要加我这些政治条件，不可能接受。所以我们一再呼吁他们，但是显然他们无视于这个机构在那里对促进台港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看法，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们是深深不以为然。